这迷你型的抽水机啊，12伏特的，抽不到水，空烧烧坏了，马达坏掉，锯开。你看这个叶片的边缘，叶片的边缘离那个旁边还有距离。哦，你叶片的边缘离那个旁边还有距离，有没有4端有凸出来？有没有？那这个水就可以从那个缝隙进去，然后从这边出来。你看，烧坏掉了，这马达12伏特的。这打草机的马达吧，那打草机呢也是12伏特的。